屬狗嘅你今年唔錯喎，雖然話桃花排第6，財運排第5，係只係你冇人哋咁好啫。其實唔係話中游生肖咁差㗎，因為今年馬年你屬狗咧，叫太歲3合，因為人5戌，5同戌係合嘅，咁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，所以屬狗今年比較穩定，無論感情、事業或者住屋都比較穩定，所以今年有大變動機會咧，相對就比較少嘅。咁今年有地解同埋三台2粒吉星，咁地解係逢凶化吉，可以壓制凶星嘅力，咁三台咧係有你地位提升。咁點解排你第5、第6咧？因為咁多個生肖之中咧，你係凶星最多嘅一個。咁凶星係一個枝節嚟嘅啫，因為我哋首先都要睇翻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，即使咁多凶星到咧，佢都係一個小嘅是非，都係向前邁進嘅。咁而家3月6到8月8咧，呢個凶星發生嘅作用就比較大啦。所以記住，好運嘅人咧，吉星力大，凶星力細；唔好運咧，凶星力大，吉星力細。所以記住，好唔好運個吉凶星有唔同嘅演繹辦法㗎。咁如果你生喺3月到5月6，要特別留意咯，因為今年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官非、是非、人事不和。咁官非是非，好多人係咪亂抌垃圾啊、食煙唔啱位置啊、抄咗牌唔記得俾錢啊，咁原來呢啲都係官非嘅。咁仲要啦，仲有個五鬼，五鬼係小人星，咁小人你都冇辦法啦，呢個世界周圍都有小人㗎啦。咁你唯有唔好理佢啦，因為我成日講啦，小人一般就可能成就唔夠你好，能力唔夠你好，跟住職位唔夠你高，佢又眼紅你，咁呢啲人你都避唔到㗎啦。咁仲有粒星叫做華蓋，咁華蓋心情有時覺得孤獨，唔係話好開朗。咁華蓋咧就有利藝術嘅，如果你做藝術創作嗰啲咧，華蓋就有用嘅，因為華蓋為孤獨之星，又為創作之星。咁創作通常都係孤獨㗎啦。咁如果你寫書又好，作曲又好，你見唔見啲人都係3更半夜夜媽媽喺度寫嘅，或者走出公園一個人喺度坐都得嘅。所以呢個華蓋咧有利藝術，普通人咧就覺得孤孤獨獨，唔係好開朗啦。屬豬嘅你，雖然感情、桃花同埋財運都排第8，咁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嘅，因為屬豬嚟嘅馬年咧，我哋叫做太歲暗合，暗合係咩意思啊？有暗中貴人輔助，咁你屬豬比起2025一定好好多啦，係咪？因為2025你係沖太歲，尤其是如果你生3月6到8月8呢個沖太歲，一定唔會好事啦。如果有改變或者轉咗工，一定暫時唔會好順利。咁但係如果相反，你生喺你8月8到3月6，因為2025轉咗工之後咧，今年有機會再進一步，所以今年嚟講人緣係唔錯嘅。雖然排第8，咁桃花方面咧，今年就冇乜行啦，咁亦都唔使有行啦。因為如果你2025衝到結咗婚或者懷孕，咁今年唔使有新桃花啦。除非你2025衝太歲分咗手，咁就喊得一句句啦。咁分咗手咁點算啦？唯有睇月令桃花啦。咁月令桃花今年3月同埋9月咧都要把握下嘅，因為有時月令桃花把握得到咧，今年咧都比較容易維持落去，因為今年係合嘅年啊嘛，合嘅年咧亦都有機會發展到比較稍為穩定嘅感情。咁當然今年桃花咧就好輕嘅，同人哋今年桃花年就冇得比。不過咧冇希望之中，都睇下啲月份咁解啫。咁你下一個桃花年啊，好似都有排，哇！好似成4、5年後啊。你呢幾年把握桃花月份啦，係咪？咁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。咁其實月德天德咧，其實唔係正式逢凶化吉，因為月德天德係報復心比較少，心比較慈悲。咁你報復心少，自然怨恨自然少啦。怨恨少，結怨少，就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啦。咁凶星有咩啊？有劫煞，因朋友而破財。咁因朋友而破財，如果好老友嘅，你又如果借錢俾佢，就預佢冇得還都得噶啦。咁希望出年有得還啦。唔老友嘅得唔借就唔借啦。總有個死符，死符係小疾病。咁但係因為你屬豬，咁你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冇乜特別。咁呢個小疾病咧就要留意風水嗰啲每年大病位、細病位，你識化解就得啦，係咪？灰地氈6個5毫子啊，音樂盒啊，掛鈴啊，咁化解咗大病位、細病位得噶啦。咁咧大病位、細病位喺大門就冚家都病，喺廚房冚家都病，喺呢個房就你個房病，記住化解。仲有個小號叫小破財，小破財冇乜所謂，就你平時好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就趁機用一筆錢買咗佢啦，咁又可以應咗個破財，又可以買到心頭好，咁都 OK 嘅，係咪？所以呢3粒凶星咧，劫煞可以唔借錢俾人啫，死符小疾病留意今年病位得啦，小號就自己買中意嘅嘢就得啦。
屬鼠嘅你今年特別要留意喎，因為沖太歲，沖代表動盪不變化，有遷移外出變化之象，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。咁變化咧就分兩極化嘅喎。首先講感情先啦，感情變化咩意思啊？如果冇感情，容易嚟一段感情；如果有感情未結婚，容易結婚或者分手；如果結咗婚，更唔使問，更容易炒大鑊啦。咁你係咪？所以屬鼠特別要留意感情容易變化。咁住屋變化冇所謂啦，因為每一次沖太歲咧有個大號星跟住，所以每年沖太歲嘅生肖咧特別容易搬屋或者買屋嘅。咁我頭先講啦，同第二個生肖都有講噶啦，買屋搬屋其實而家冇乜所謂，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就得噶啦。咁同埋買屋就而家唔使揾方向，因為只有旺財或者旺丁，旺財我就吹丁，旺丁你就可以吹財。咁最簡單，你唔使識風水又唔使識方向嘅，就門旁邊擺個水吹財，屋後面中間位置擺個15個 cm 以上嘅大石春，咁就旺身體。咁無論你間屋旺財或者旺丁都好啦，前面吹財後面旺身體，咁就點嘅屋都搞得掂啦。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。咁事業變化就兩極化啦喎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有任何新機會，可以放膽嘗試，無論轉工又好，又或者想新投資又好，今年成功機會都比較大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喺3月6到8月8春夏天出世咧，可以唔變，打死都唔好喐，因為變咗好嘅機會其實唔係話好大嘅。所以雖然今年屬鼠排第11，感情或者事業都排第11，其實就兩極化。秋冬天出世人變好，春夏天出世人變衰。住屋變化冇所謂，職業變化可以。秋冬天出世可以變，春夏天出世可以唔變，千祈唔好變。咁感情變化就聽天由命啦，我都唔知你變成點㗎。咁今年吉星有月空，呢個月空叫逢凶化吉，可以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大號，每次沖太歲個大星都跟住嘅。咁啊頭先講啦，大號代表大破財，所以容易搬屋。咁但係又冇諗住搬屋，又冇諗住買屋，咁點算啊？自己主動用一筆錢，用一筆錢唔係代表破財喎，可以買嚿金都好啦，買嚿金我都用一筆錢都可以擺屋企啦，係咪？咁仲有天哭，天哭心情唔好，有時容易喊啦。咁如果咧係分咗手嘅，咁啊梗係容易喊啦，或者咧結婚咧都可以喜極而泣都得嘅。咁仲有叫歲破，歲破即係頭先講嘅沖太歲嘅意思，冇乜特別，個意思已經講咗啦。同埋沖太歲特別容易筋骨手腳損傷喎，因為今年叫做子午相沖，而係筋骨手腳、手指背脊受傷。損傷月咧，農曆5月同11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，所以屬鼠今年特別要留意筋骨手腳受傷，同埋揸車容易撞車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11月可以少啲揸車，或者嗰兩個月揸車盡量小心少少啦。咁屬牛嘅你呢，雖然今年財運排第10幾，實又唔係咁差嘅，不過排來排去冇人咁好咁解啫。因為今年你屬牛呢，叫太歲傷害，除咗犯太歲、沖太歲，你都叫做犯太歲嘅一種，咁都叫做所以排你第10就咁解啦。咁其實呢，丑午傷害就好輕微，好輕微，小嘅是非有時我自己都會忘記㗎。咁桃花方面呢，反而可以排第4喎，因為今年嚟講原來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差得咁緊要嘅。咁一個排第10話人緣唔好，一個桃花排第4人緣好，咁即係打和冇所謂啦。因為今年咧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咩叫霧水咸池桃花咧？雖然冇咸池桃花咁重，咁但係都叫有桃花，咁人哋見到你樣都會順眼少少嘅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點解排你第4桃花咧？因為今年有2粒有力嘅吉星，叫做龍德同紫微，最有力嘅貴人星德有力貴人輔助，所以財運雖然排你第10，係你比較執到第10啫，所以唔使灰心，唔係咁差嘅，稍有是非咁解啫。咁當然咧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，如果你係嘥秋冬天，雖然排你第10咧，你財運其實咧，如果2025係上緊，其實26、27其實一路係上嘅，上升軌跡之間。咁有時啲人咧，2022到2027有啲22開始好，就27會停啦。咁如果你發現你25先開始好咧，其實呢個運咧開到2030咧先至會慢翻落嚟噶。咁但係如果你嘥3月6到8月8咧，無論你遲好或者衰好都好啦。咁其實而家呢幾年咧都係特別衰嘅年嚟嘅，因為有啲人22開始唔好，有啲人25開始唔好。咁你發現你25先開始唔好咧，一路係30年前都要慢嘅。所以無論你22開始唔順利，25開始唔順利，去到呢個26年咧都係特別唔順利嘅年。所以記住，屬牛如果生喺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所有嘢係宜守不宜攻，尤其是工作方面可以唔轉就千祈唔好轉。咁感情方面其實冇乜特別要留意嘅，因為今年叫做太歲爻合。
果係有感情，今年繼續發展得係唔錯；如果冇感情，今年又有霧水桃花，又識啲已經相識嘅人。不過霧水桃花就易聚易散，就未必係真桃花嚟㗎。咁借呢個霧水桃花咧，可以俾自己人緣好啲。所以如果成日做嘅嘢要交際應酬接觸人咧，咁啲人緣都提高一線㗎。咁吉星有龍德紫微，咁凶星好大紮，其實完全冇乜用㗎。好似話暴敗天加六害歲殺天殺吞陷提二殺，全部冇乜特別嘅影響。所以其實今年只有吉星而無凶星。